久沒人來了，今日你來看我，真是稀客。我知道你一貫喜好清靜，來多了也是不胜叨擾。其實宫中也就你我二人比較清閒，大王又難得到咱们的住處來，你我的公子又都長大了，大王又另赐了住處，你我偶爾聚一聚，两賢并一賢，那也是自得其樂。閒有閒的好處，如今宮中最熱鬧的就是慧苑。芈月有了身孕，受大王整日眷顧，別人自然趨之若鶩。可你事事都好了，就會有人眼熱，那不好的說不定就來了。妹妹說的有道理。夫人，大王来了。誰？大王。拜見大王。好久都没有来了，閒着無事，來看看你。你也在這兒，可見寡人今日是來對了。多謝大王。宮中都說長寧殿清雅寧靜，可惜太大，太過冷清。大王說的極是，偌大的宮殿只住着我們主僕幾個人，自從浣兒搬出去，臣妾也覺得冷清了不少。既然嫌冷清，寡人就安排個人跟你一起住，如何？多謝大王體貼，臣妾正缺個妹妹作伴呢。你看芈月如何？剛才臣妾還和妹妹念叨起芈月，那真是臣妾之幸。芈月住的慧苑過於荒僻簡陋，也安排不開過多的奴婢。如今芈月懷有身孕，寡人想讓她換個地方。大王請放心，臣妾好歹也養過孩子，大王儘管把芈月交給臣妾便是。好，那就這麼定了。恭送大王。哎呀，真是怕什麼就來什麼。大王既然已經開口了，你推也推不掉，倒不如欣然接受。谢谢谢谢。公子歇。公子，公子歇。噓，张子，你这是要害死我吗？你跑什么呀？我是在帮你。你就別瞞我了。前幾個月每日都在四方館外面溜達，如今又跑到這兒來，怎麼是要喝酒還是要買藥啊？張子，你也是一國相邦，為何要偷窺我的行蹤呢？偷窺？我告訴你，有兩種人會偷窺，一種是真惦記你的，一種是真想算計你的。你說我讓一輝是哪種人？我一直想幫你，你就是不聽我的勸。離開咸陽吧，我還可以給你備個盤纏。到了外面之後，以你的才華輔助一國君王，前程定不在我之下。像你眼下這樣一意孤行、執迷不悟，啊，你一定會累及他人，傷害無辜。張子，你的話也有道理，多謝你的奉勸。芈月也是太過分了。唐夫人畢竟是大王當太子時身邊的舊人，在後宮的位分，除了王後，無人可比。讓她住進長寧殿，也許過不了多久，芈月就想搬進交房殿來了。王後，你聽說了嗎？為了討芈月的歡心，大王竟然讓人在宮中給芈月建了個祭祀少司命的神祠。我們跟隨王後嫁入秦國，哪個不是入鄉隨俗？祭祀朝拜，後宮都有定制，憑什麼只有她能破例？還不是因為她有了身孕，有什麼了不起的？後宮的女人哪個不會懷孕，哪個不會生孩子？你也服侍過大王，為何你就沒有身孕？王後，
說那麼多有何用？大王寵她，懷孕是遲早的事。有了身孕更得寵，也是情理之中。她没孩子时，大王寵她也就罢了。如今她有孩子了，若将来生出来的是位公子，那她说不定就会和王后你平起平坐了。她要真跟我平起平坐，那也是她的本事。王后，你们不要鼓噪了。长宁殿一事定是大王安排的。我与芈月是姐妹，大王把她安排在长宁殿，而不是交房殿。不知大王是顾忌我，还是猜忌我？王后，芈八子来了。妹妹，姐姐，妹妹快请起。自打妹妹有了身孕，也不常出来走动，让姐姐好生惦记。说来古怪，我腹中的孩儿定是个貪睡的，弄得我每日做什麼都打不起精神，只是瞌睡不斷。我懷蕩兒的時候，不也是辛苦？那時行事莽撞懵懂，開罪了大王，被禁足在交房殿。幸虧有你，我日子才好過些。芈月以姐姐手足之情，我為姐姐做什麼都不過分。此話應當由姐姐來說。我在後宮身為王後，理應為妹妹遮風擋雨。可你入宮這些年，也吃了些苦。好在苦盡甘來，懷上了大王的孩子，終身都有了依靠。姐姐真替你高興。哎，你來，過來看看。你覺得這個地方如何？剛剛經過小院，這院子幽靜清雅，再過幾日桂花飄香，定別有一番風景。我打算讓人在朝陽處種些臘梅，在這後院再種些青竹，這樣無論冬春都有景色可看。姐姐想得真好。這偌大的交房殿，正殿有我住着，東西兩個偏殿，一個由孟昭氏和景氏占着，還有一個就是眼前這個了。說起來也比正殿小不了多少，一直都空着，也怪可惜的。今日我請妹妹來，就是替姐姐拿那主意。妹妹一向心思奇巧，幫姐姐看看這地方還需要添什麼擺設。月啊，你看王后今日叫你到交房殿，是不是還有別的話要說？她沒說出口的話，應當是她最想說的。王後不會是……我何嘗看不出她的心思？她既沒說出口，